咱拄则听到的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另外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为了烦恼三讲四唔对，团队即马按算要来成立补破网的小组，建议韩国瑜后日敢若回答总统级的问题。针对这个代志，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下早参加公开活动，嘛有上新的回应，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他不是庶民出身吗？怎么回答问题？市民庶民以后难不成都不能提出任何的质疑吗？这样好像他现在是不是好像现在已经总统级那其他人都好像不是这样，很奇怪的事情啊。我觉得不应该分阶级啦。那民众有问题有质疑就应该要回答嘛。那否则什么总统以下苏贞昌院，我就觉得一头雾水，这样离人民越来越远，不太好吧？他的中英文，他在美国商会演讲的时候啊，大家说他美国商会跟美侨俱乐部好像分不太清楚。那他回答问题的时候或者演讲的时候有擦护唇膏吗？应该没有吧？这个是国际经贸。或者对台湾这个对外的贸易，譬如说美侨商会跟这个欧洲商会，其实这个大家都是应该非常熟悉的事情把俱乐部当成商会，不太懂这个是还是应该对国际的经贸事务要多一点了解会比较好啦。尤其要选总统嘛，这个也不晓得那他讲的英文我也听不太懂你觉得他经济怎么样？你觉得他中英交换的那个演讲的表现怎么样？表现英文应该是他不太熟悉啦还是尽量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语言来讲会比较好啦，也不要勉强啦，因为有时候太过勉强这个让这个讲中文的人听不懂讲英文的也听不懂，也不太好这个。大家加油，韩市长加油！他的东吴英文系的毕业证书，他还秀他一遍，你觉得？因为现在被英文是夜间部的，结果还用夜间部的时间拿，那他就是说要提高，然后才修正出来。哎呦，这个还是实力比较重要，平常的准备比较重要嘛假如对于这个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这个假如常常有跟他们对一些国际经贸有一些往来对他们的意见也常常交换意见，大概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嘛所以这个跟学历或者是日间部业就比较没有关系啦。我要秀10张毕业证书出来，那这个不熟悉这很奇怪为什么要至少像。我的话大概就不用拿毕业证书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要现场来2句有现场音乐。还有，这个我的级数太低了啦，这个要问韩市长了，好不好？你怎么看罢韩团体现在提前入党达标？你认为这一股反对的声浪是韩市长？这个是反映民众的意见啦，那反正在韩市长的。眼中来看，也许认为这个不是总统级的吧，他大概也不在意吧。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民主的时代这个民众的意见假如大家对于韩市长有什么指教或者对于政治人物，包括我个人对蔡总统大家有什么指教，其实还是要倾听民意的。他会不会听这个，我就可能比较不清楚了。